在咧节目开始之前，爱先甲咱的听友回一声歹势。录音的过程中，来宾之一的手机麦克收音有一寡重大，无法度使用伊的原音，就要抽取别支麦克的背景音来放大，所以听起来会有较大的空间音。这点请咱听友谅解。那安尼，咱就正式开始。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讲上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大家好，我是阿迪。咱定定伫听咱节目的听友一定知影讲，阮时常伫讲宜兰腔上主要是来自老江腔。咱定讲有差不多95%的老江腔，当然这个数字是大概啊，然后大家来去算的。那这甲早期开发的历史有关系。咱若讲到宜兰腔，就会定定想到另外一个极端，咱另外上极端的另外一个腔口，就是鹿港腔啦。那这边呢，我专工邀请。这个会晓鹿港腔是不是安尼讲嘛？唔知，那么咱互伊听看卖哈。这个朋友啦来拼管一个，拼管啦用华语讲应该就是，迄个做啥我嘛唔知。咱台华语有做啥？踢馆可能甲踢馆较接近啦，来拼管一个。那来一个这个宜兰腔 VS 鹿港腔吼，先比起一个，看讲阮的腔啦，看啥会先互对方扭去啦。当然这是半真半假，讲生笑啦吼。那主要是今日邀请是伫咧 IG 甲 Facebook 顶管有经营一个口做或者录顶切鸟啊的即个主人。那阁有伊甲伊做伙来，甲咱斗战声吼，来甲即个朋友斗战声。毋过听讲嘛是，毋是讲鹿港腔啦，所以嘛无讲人较人侪大档会使来即个斗牛安尼吼。毋过都邀请做伙来，甲今日咱来宾共款做伙来小酒问一下吼咱那边照顺序来好啊啦就是为即个咱拄仔讲即个鹿顶切鸟啊即个口做主人阁伊的朋友，咱照顺序来先。自我介绍小酒问一下，安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史培德。我的名其实用江腔来读，应该是施培德。是。我是迄个鹿顶切鸟仔的创办人，就是在迄个网络顶甲外部头的朋友介绍讲鹿港腔特色是啥物，要安怎讲。我即摆甲我来的即两位朋友吼，其实因甲我共款拢是迄个有名交通大学的一个社群，叫做语律同乡。阮即个团队主要就是咧用母语来推广科学的知识，阁有在地一寡有文化。我先来甲伊插播一下，咱的听友较少听到鹿港腔的朋友，可能不一定随听有你伫讲啥。你拄仔讲迄个就是若是用我的腔来讲，就是语理同行啦就是即个语言的语，或者语言的语宜兰腔讲语言即个与你同行语言的语就是即个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咧网络顶管会使查看卖用一寡社群的活动啦，佫真侪资讯会使互大家知影安尼。好阁要继续讲，还是要互你朋友来？先换手机好啊。好，来换咱另外一位来宾。即个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毋是即个鹿港人，我是一个东港人。迄拢是港啦。对。我是就是看拄仔配着讲着即个语理同行的即个团队的即个队长。队长，队长，
即个队长啦，嘿，大家好。你是安来用队长来形容？是伊是一个团队，是毋是？嘿，伊是带头的。这是一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哦，了解。好，那明仔嘛会使来讨论一下即个计划伫创啥啦，哈。那过来是第三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我无观众朋友啦，我无讲。嘿，我敢若有听众朋友尔。听众朋友歹势。对，大家好，我是来自府城的少年人陈伟汉，就是因为拄仔嘛是讲缘分熟识，就是会当加入即个武力同行即个社团内底，做伙就是延续着咱即个母语会使代代传安尼。啊，目前伫咱就是公司台语台的南部制作中心有翕即个文化小棒盘内底节目单元安尼。是。所以咱今日3位来宾，还佫一位是即个场外来宾，伊无开麦啦。是阮助理啊，助理哈。总共4个人啊，咱今日有开喙的3位拢来自无共所在吼，有鹿港、有东港吼，啊佫有即个府城。那3个所在其实包含若参我在来4个人是完全拢无共所在、无共腔口啦吼。所以今日咱的听友伫听阮开讲。可能会听到足侪无共款的腔口，真侪变化哦。当用声音说台湾。嘿，对吼，所以即个变化就会使差足侪，袂讲拢查甫囡仔声听起来可能我毋知啥是啥吼，袂有即个问题，每一个腔拢无共款。或者互大家先了解一下，今日有无共款的来宾安尼。所以拄则恁有讲到即个我用我的腔讲啦吼，咱今日就讲即个各自维持家己的腔嘛。你宜兰腔就开较紧绷无要紧。好啦，即个拄则咱讲即个语理同行是一个教育部的计划，是毋是？嘿，对，其实一开始是我甲秀杰伫即个阮学校的一个活动内底，阮两个熟悉了后，就发现讲，其实阮两个拢共同有对台语要传承有一寡理想啊。所以阮两个全就是甲即个团队甲创起来。后来伊遗憾是后来才加入。一开始是咱阮两个是主要是想要做台语来科普。就是甲大家讲一寡科学知识。秀杰主要是因为伊一开始读甲医学有关系，伊毋是医学系啊，就是其他一寡学系，所以伊一开始有翕一间就是咧介绍普拿疼，温暖医疗相关的专业就对啊。我家己是因为我有咧量子计算，就是用量子电脑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应该8个队会出一间，就是量子科技，甲大家讲伊重要性是啥物，伊是未来对生活有啥物影响。这嘛是甲大家补充一下，有当时因为有一寡特殊的专有名词，大家无一定遐了解。拄仔讲就是即个量子计算吼，大概用华语讲是量子计算。就是用即个词，互大家先大概知影者，迫不得已咱嘛是需要即个华语，无法度吼，因为大家无一定对即个领域较熟悉啦吼，所以先互大家知影一个。那所以恁两个先做伙来参加即个你拄仔讲的即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恁现在知影有即个通申请的计划补助，这算是一个补助案啊，是啥？即个俗语就是一个教育部，就是甲即个遮的即个资讯啊，遮的资讯拢放伫网络顶悬啊，我就看着，讲几块万啊。拄开始恁两个人做。就是拄开，就是咱两个人做我嘛有伫即个就是 Facebook 有迄个即个社群顶悬来写帖文，就招朋友，就因就伫下骹咧留言，就少几个5个安尼。就开始咧参加这个比赛。恁两个人先发起，后来就搁找加几落个人，4、5个人做伙来参加比赛，一个团队安尼。就参加即个教育部即个。就得到即个算是补助案，是毋是安尼讲？就是豆安尼参加落最后就得到即个全国基友奖安尼。即个时阵是伟汉伊嘛已经参加伫内底啊。伟汉应该是今年。今年才加入。对啊，我是看到讲秀杰伫即个网络顶，我想讲，那有一个就是咱会使用即个台语做即个科学的知识安尼，所以我就去甲伊问讲，恁有做即个武力同行的团队，我敢会使加入去？所以就是讲，你主动去干问？对，算是主动啊，就是我感觉嘛是讲一项缘分熟识安尼啊。对。
真主动愿意即个，袂讲啊，即小明是歹势共问，心内伫想着伫演，但是敢答应，毋歹势开喙安尼。其实我感觉就是你有问有机会啊，就是机会就是靠家己去争取安尼。伟汉前一阵仔伫即个台湾口啊，应该算真清啦。即款影片，大家拢有看到安尼。所以当然，咱今日重点是主要是对咱讲即个鹿鼎赤鸟啊，即个口座，或者讲即个伫恁宣传推广，或者是希望互大家会使了解即个。因为咱知影讲，毋管是鹿港腔，或者是讲海口腔、较瓦全腔、全音的即款的腔口，其实伫咧台湾来讲，是目前伊的即个优势较少吼，相对较弱势一撮啦吼。因为目前的优势腔主要是咱讲，毋管是较瓦高雄腔，高雄腔主要嘛是较瓦即个漳腔啦。但是阮嘛定定家己会罔讲耍笑啦，讲鹿港人讲话吼，拢感觉讲别人的台语有腔啦，一直拢有即款讲法。但事实上应该是讲，所有所在的人，尤其你是本地腔口特色较明显、较清楚的人，你看别位所在的人讲话，你听因讲话，拢感觉讲别人有腔啦吼。像我家己大学的时阵嘛是，我伫其他节目嘛拢定讲过，嘛定伫回实咧，就是我讲所有所在的人讲话拢无好听吼。过去啦，囡仔细汉的时阵，你讲你迄无成台语吼，因为我一定是用我家己的生活环境，我听到的，我会晓讲的即个腔口来做标准嘛吼。迄时阵啊吼，较细汉的时阵，当然咱愈看愈侪个知影讲，台湾各地有无共腔口，这腔口后壁的意义其实真侪吼，伊代表真侪代志，所以这所有的腔口其实拢是做需要去保守真珍贵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安尼。你家己要安怎去看咱主要当然就是因为即个配着就是讲你要安怎看待即个各地腔口差，尤其是你是一个台湾的，认为讲即个腔口真特殊，甚至讲真侪人可能无啥听有即款腔口来讲，你家己安怎看待即款的腔口差？我感觉就是腔口差其实是，因为伊母语其实伫咱生活当中，当然除了一寡母语保存较无遐尼，就是无较可能较危险的所在以外，其实台语伫咱生活当中是定定会当听到。毋过我感觉熟悉别位的腔口，其实就是会当互咱理解着讲，有诶你感觉理所当然的代志，其实无反应理所当然。就是就算讲是台语嘛，有可能出现一个腔口，互你完全听无。是。而且我感觉，若以我对鹿港腔的迄种想法来讲，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我囡仔是学着的台语，其实毋是鹿港腔。我其实是学着较外台中的腔口。阮兜其实逐个人腔口嘛拢无啥。你讲台中是较外海口腔，还是较外北部腔？漳腔。嘛是较我讲较北部所在。对。因为是安怎会学着迄种台中的漳腔，是因为其实阮中部大部分的，就是较主流的台语的电台，拢是台中甲南投的，就是其中上主流的就是 FM 93.7，成都广播电台，迄就是完全拢南投腔，所以我就去用头南投漳腔嘛是较带正重。所以我一开始咧学台文的时阵，我第8条、第4条分袂出来，因为本条拢杂杂，我一定要变调，我才知影这第4条，这第8条。无紧啊，阮连第8条都差不多无。对，阮听起来拢会我第7条。所以这是你家己认为讲即个看待无共款腔口差别的所在。但你若讲你细汉时阵其实毋是学鹿港腔，你听到的周围的这台语，你身边的人其实嘛毋是讲鹿港腔嘛，对无？因为我是较外顶外，毋是鹿港的旧城区。那事实上，伫你包含你可能你厝内的人，或者是你的一寡朋友，有真正伫用鹿港腔的有偌济人？其实我后来发现讲，要是有袂少人，伫我家庭内底，要是有袂少亲戚会晓讲鹿港腔。毋过因为我甲因讲华语较关系，所以电脑无去发现讲，原来我身边有会晓讲鹿港腔，原来鹿港腔是安尼讲，因为较少甲因讲台语。时代之间伫讲话时阵会讲用鹿港腔讲话。若以阮兜来讲，我讲台语的对象就是干那大部分拢是阮阿嬷迄位。因为阮兜其实有，就是阮爸母的教育就是讲，甲因就是甲阿公阿嬷讲迄阵的人讲话一定爱讲，全部拢讲台语，因为你袂当强调时代讲因无熟悉语言。
毋过甲阮爸母就是8成华语，2成台语。所以有我即摆嘛是要调整啊，就是甲迄个讲台语的比例慢慢甲伊增加呢。所以认真讲，你的鹿港腔应该较我妈语，毋是母语，较我阿嬷阿公迄样的意思。其实这是真侪现代生活家庭当中的一个特性啦。我感觉真侪拢是安尼，到爸母迄代，毋管是恁的爸母，甚至是我的爸母迄代，定定拢我的爸母即代佫小可佫可以吼，可能到恁即代真正中迄样，就是即个老爸老母其实讲话。定定拢即个情形，就是甲囡仔无啥愿意用家己的母语讲话，我都认为讲华语爱讲了会标准，讲了会好听吼，所以即个你教囡仔时阵，主要拢是用华语。那甚至若讲到双语，头一个想到一定就是英语吼。那对家己的时代当然会讲即个母语啦，毋管是台语的什么款的腔口的台语，问题是。即个阿公阿嬷咧，对家己的囝，吼，也就是恁的爸母是会讲母语无毋对，但是搁外头甲恁讲的时阵，就算讲搁较安那硬叫，也是讲袂惯势，伊嘛是会硬转成华语甲恁讲话嘛。当然这是一个听孙的心情，咱会使理解，但是这嘛是造成讲当下新一代少年人无法度好好讲母语的原因，对无？这是而且是真歹解啦，因为迄个。长年以来，当然这嘛甲历史或者甲政治有真侪关系啦，吼，所以长久以来因的即个要即个惯势，就即个心态，要叫伊改过来是真困难的。伊嘛知影，但是伊无一定随改会过来。吼，我讲这是有当时大家嘛需要一寡对时代的体谅啦，吼，大家阮嘛有厝边隔壁是安尼，伊平常时拢讲台语讲甲足欢喜啊，甲遮厝边隔壁啦，讲送到安啦，一家孙讲话随时就改啊，吼，所以这是毋知要安怎讲，但确实有即个问题啦。当然，因为即马啦，咱来讲主流的即个腔口来讲，优势腔其实拢是靠外漳腔嘛。当然，咱嘛有讲着讲全腔相对，当然毋是讲完全，但比如讲你若个外海口啦，外即个河港啦，海港共款，伊即个相对来讲，伊的即个全腔嘛是还佫会较明显比例上来讲。但是鹿港腔咱拄仔嘛有讲是虽然讲是即个，咱若用规谱来讲啦，伊是相对较极端，较正讲即个全腔的比例会加较悬。那对真侪人来讲，无一定听会惯势嘛。全腔整体来讲，算讲是一个较弱势的一个腔口。那你家己感觉伫其他所，尤其你重新去学会鹿港腔了后，敢有伫其他的所在，甲人讲话用鹿港腔讲？有，其实我反弹是伫外地较接讲鹿港腔。是安那？因为我要甲鹿港腔推送互别位的人知影，所以伫外口会较接讲。转去鹿港，因为阮兜惯势毋是讲鹿港腔啊，所以颠倒比例较少啦。阿公阿嬷会讲鹿港腔？袂，因为阮阿嬷毋是鹿港人，伊北港人，所以是北港腔。伊北港腔讲足济咧。伊个规划甲鹿港腔诚像啦，毋过伊无迄个语甲学。伊个即个阳原音佫无共款。伊是讲伊是北港人。毋过条变化我全腔。毋过你若干若剩2字，迄个就变做北港，伊就是第2条变，伊第2条有一寡甲鹿港腔无啥相似。所以就是伫厝诶电脑较少，但是你伫外口都会用着鹿港腔。那敢袂收到一寡人甲你讲听无你伫讲啥，就是讲你诶台语足奇怪啦，还是什么款诶讲法无？因为我感觉可能甲我讲鹿港腔诶对象有关系，因为我讲鹿港腔，我一般拢是甲迄种对腔口，也是对台语较了解诶人讲。因为我感觉可能因对无共款诶腔口较包容啊，所以我目前是无拄着即种伤严重的状况。毋过，若准讲甲迄种路边一个任何一个阿伯要甲伊买啥物物件，我可能就是全普通腔，因为我毋知影伊敢会对我做啥。因为我毋知影，我真正无确定讲伊敢会直接甲我骂讲，你这外省音啊，讲台语讲甲奇奇怪怪。其实我想。台湾大部分加减嘛是还佫知影海口腔的一寡特色啦，吼，就是较外全腔的一寡特色，应该无一定咧，无一定，因为我真正捌听一寡朋友讲，因伫外口讲全腔，若鹿港腔大些人我甲我讲过，就是因讲全腔伫外口去互歧视，这真正有人拄过这种问题，所以我即马是咧试看卖讲
到底是敢会拄着这种问题啦。你会先经人讲的，我会先经人讲。毋过我有一摆，我有伫高雄大学讲陆港腔，就是迄摆就是首届，因为首届伊是迄个 Google 学生，迄个啥物社群 GDSC 迄个 Google Developer Student Club。伊是伊应该是旧年还是今年有做社长，伊有举办一个演讲，就是伊请国家太空中心迄个主任，就是何景阿伯，你敢知？毋知。这吴宗宪教授，伊嘛是台文界的大先辈，伊有来这个交代演讲，讲伊太空中心是要创啥。伊迄摆就是全部拢用台语咧演讲。所以你迄摆 Q&A 时间，我嘛用台语甲伊问问题。迄摆手机应该嘛有倒咧，迄摆有伫现场，我就是用陆港腔甲伊问嘛。其实大卡有一寡观众，因毋捌听过陆港腔，伊诶，我会记恁表情敢若有着啊，就是我感觉因有点惊一条啦。毋过我袂甲伊，我袂感觉讲伊是咧甲我笑。因为我感觉至少就算至少伊知影讲陆港腔是生做安尼。安尼就达成我诶目的。互大家上无会使知影讲啊，有一个腔口陆港腔有伊个真无共款的特色啊。对，可是这是我讲，因为你若是看一寡电视节目啦，吼，电视顶的一寡综艺节目去看的，其实你会使看到像歌手，或者是有一寡人伊若是讲陆港腔吼，台语的节目内底。就算讲明明即个节目分明已经是台语的节目，照理讲，大家对即个物件拢已经较熟悉，上无知影一个陆港腔即款的物件，是毋或者是海口腔啦，或者是其他比如宜兰腔，即其实台语人会较知影，因为有当时嘛是会去笑陆港腔的即个腔口，比如讲歌手讲话吼，伊是带陆港腔的，伊伫讲话时，其实其他人有当时嘛会种我拢听无你伫讲啥，其实哪有可能完全听无啦吼。照你来讲，比如讲我尤其我的腔口已经是伫陆港腔上远的，对无？但是我在我听来，我嘛是听有伫讲啥，所以这变成讲有当时即个腔口的特色，或者是伊特殊的所在，会变成互人摕来踢球的一个元素。我感觉这是大家需要去调整、去学习的心态。确实嘛是恁伫外口需要一直去毋管是讲推广啦，或者是互大家熟悉了解有陆港腔即款的腔口的时阵。会拄着的一寡可能的问题，对无？这是嘛真有勇气讲实在。我迄摆想足久，我迄个吴宗宪教授伊拄开始演讲时，我就开始咧计划讲，我等下讲啥，我等下讲啥。所以你迄时阵已经心内咧伫滚价，到底是要用哪一个腔口较好啊？对啊，当你需要用需要去考虑讲我的腔口敢适合伫即个场合讲出来的时阵，本身就是一个真，我讲这是。即个环境的问题啦，就是有时仔我需要去考虑我的腔口别人听有无？我讲这足奇怪的代志，尤其即个腔口毋是讲咱学一个语言学了无够好，所以对方听无。就讲比如讲咱的英语反射有一寡台湾腔啊，是安那，或者是学日语啥，大概对方真正母语的人听无，这个是一回事，对无？咱台湾这物件，毋管你讲陆港腔、宜兰腔，这其实拢是。咱在地本土生产出来新的即嘛袂说讲是生产出来即个腔口即个语言，其实是无啥适合讲大家还佫听着感觉讲足奇怪吼，这是较环境的问题啦，我感觉。所以当然因为你伫推广嘛，所以当然都有即个用透过网络，当然尤其少年人常常拢透过网络来做宣传。那你伫经营即个录顶测照即个 IG 的口座佫有 Facebook 嘛 ？Facebook 敢若是较后来才有，是毋是？因为一开始我无想要互阮爸看。伊看会着意思。因为我甲封锁啊！袂，没有，因为我后来发现讲其实伊伫 IG 面顶伊嘛有口座，我就想刷起来，凊彩啦。放弃了对。啥若无想要互看着。伊就一直问。伊会讲陆港腔无？伊少年时会晓讲。伊少年时去到湖北去读书的时阵，因懂得完全听无因咧讲啥。伊要用比的，比如讲伊迄无去互人称去，伊就咧讲，人个偷抢我的无因懂得就会甲迄头边顶咧滴迄无叫伊讲，这敢你的。伊就咧讲，我讲的是
摕来骹就是骹咧枪的无啊，毋是头咧滴的迄个无啊，啊因弄了就到底啥事？啊，对对对，有一寡家己小可会较晚，大家小可较会误会啦，对。像阮讲卖啊，即个物件就是定定会造成即个误会，确实是无毋对。所以你就是开始经营即个口座嘛，啊，经营过程当中，敢有拄着什么你认为较趣味的，大家互你的回应，或者是拄着什么心色的代志无？哦，心色就是讲有诚侪鹿港的乡亲会开，会走来找你。因会开始来讲，我足久无听到人讲鹿港乡，我真正足感动，讲网络顶竟然有人来介绍鹿港乡，有诚侪，佮有一个，我会记得有一个是 podcast，伊就是直接甲我迄阵po文打伫伊的行动馆顶，就是讲真正足感动，即马有少年人会做即件代志。迄个 podcast 本身是讲台语也是？伊的 podcast 应该是讲华语。哦。毋过伊鹿港人，伊嘛会晓讲鹿港人。啊，佮有乡亲来甲我指教讲，你即字可能念毋对。毋过伊其实无台文概念，伊袂晓写台文。毋过伊用伊个母语加迄种直感。伊就甲我测考了出来，想尽办法互你了解迄个音，伊认为安怎发。其实我知影讲迄个音，我始终是一定知影讲我音念毋对去啊。毋过我无发觉着，伊就是甲我掠，甲迄个 bug 掠出来，我就知原来我即字有念毋对去，真感谢伊啦。所以定定有人来互你一寡反映讲即个字对毋对，或者是真少年讲真久无听到家己的腔口安尼。所以鹿港人，你家己观察有偌济人，大家个会晓用因家己的腔口讲话。我感觉爱看你迄个年号。若准讲80号以上，住老城区就是中山路迄角的所在。应该拢是会晓讲，因腔口内底拢有一寡老泉腔的迄种味素来，迄种元素伫内底。若阮爸即运的人，因为伊开始有一寡人去到外地生活，大部分是台中。有一寡人甚至走去迄种外县市去生活，所以因就变做人咧讲的鹿桥啊。有的鹿桥腔口会去往头人去，有的是từ因的厝内底继续传承落去。毋过即种家庭就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因兜会跩干啊。就学校台语课会去往老师讲，你这腔口怪怪，搞改掉，搞改掉。对，这确实是腔口差会造成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这个口座头一个口你拄开始经营是 IG 嘛，对无？Instagram 顶管是偌久进前？有去是旧年我咧搬宿舍的时阵，我在物件拢还袂囥去你迄个房间内底时，我想讲因为迄摆是房间内底有人占咧，所以我就想讲，我伫外口就想着讲我之前有这个计划，还袂甲伊实现出来，我就是甲迄个 logo。改画，我就甲 IG 口座甲开起来。盈利嘛是盈利的对。搬宿舍的时阵就甲创起来。那敢无满一档啊？满一档啊袂？我会记还袂多做，这个口座应该还袂多做啊，还袂多做。所以你经营这个口座安尼，但是你像你刚讲啊，你自细汉其实迄个环境内底其实无啥鹿港腔，对无？那是安那后来会想要翻头去甲即个鹿港腔捡回来，才互你毋才讲我毋若学，我搁希望互较侪人知影，因为你学你无一定有机会通来用，对无？所以你需要较侪人会使接受即个腔口嘛，对吧？你是安那会当初是想想要翻头去等于学家己的，照你讲应该是你的母语的即个腔口。我家己是感觉即个开发的过程，其实即个开发过程原来诚长，因为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互我就是真正为发觉讲鹿港腔，我其实完全无熟悉，到我真正想要去学鹿港腔，即个过程大概有一年。一开始是我听到阿凯亚之声，就是阿凯亚其实是阮亲戚嘛。阮爸算你亲戚哈？阮爸熟悉因爸嘛熟悉伊。我头一摆见到伊是伫迄个咧食饭桌的时阵，有人结，因为阮兜亲戚有人结婚，伊嘛有去。后来，迄摆就是阮爸讲，这阿凯啊，伊有咧录迄个鹿港腔的 podcast， 这个咱听看嘛，我就去听看嘛。啥说这是鹿港腔哦？
迄个时阵你也无介清楚鹿港腔的一寡细节，或者是讲较伊特色伫倒位。我敢若知影就是鹿港有腔，就是安尼。对，鹿港有腔嘿。后来我想讲，这我因为我听完伊个 podcast 了，就啊林东维基，就是因为我当初就是想讲，我完全对这个腔口完全无了解，我敢有资格通林东这个腔口，所以后来我就有开始去找一寡资料去，然后嘛有去问阮爸啊，去问阿嬷，就是讲阿公阿祖因古早是安怎讲话，后来就是去到新竹读资料嘛，有去互同学问讲，恁鹿港腔，恁鹿港牛鹿港腔，恁迄个腔口是生做安尼啥物款的？后来我因为我1年的时阵对鹿港腔熟悉的物件无多，所以我嘛无法度讲伤多啦。所以我嘛希望讲，就是互我家己有机会，然后有人问到的时阵，我会当好好介绍即个腔口是伊的特色，甲伊水的所在伫倒，嘿。最后就是阿华，因为我你敢会记你讲阿华西有出一间咧考坑别人咧讲，考坑迄个少年人要讲台语的影片，就是伊讲伊有讲出一个讲法是讲，你若迄种个性了去到天家，甲恁阿公阿嬷，就是啥拄着的时阵，若阵讲你袂晓讲因的语言，你敢袂伤悲哀？后来就是我后来用我家己的观念去想讲，就算讲我会晓讲台语，我要是听无阿祖咧讲啥，安尼我若转去天家的时阵，我毋着变甲足硬个，我爱叫阮爸甲我翻译。你袂使啦，我一定要家这个腔口学起来。但是迄个时阵嘛有 ChatGPT 啊，都会小去。莫啦，所以这甲信仰就较有关系啦，因为毋是虽然拢有即款的信仰。因为阮兜是基督教的。我感觉你有提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认同即件代志啦。就是语言甲个人的认同之间，其实定定有一款真特殊的关系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当你甲别人讲，我是鹿港人的时阵，别人问讲，恁鹿港人毋是讲话无啥共款的时阵，你无了解家己的在地腔口、在地语言的时阵，迄个认同确实会足奇怪，必须讲会足奇怪。当然，认同甲语言之间的关系足复杂嘛，毋是讲我会晓一个所在的语言，我就一定即个自我认同都完整啊，包含应该，咱伫落个即时阵，我还袂发布的一集是伫讲。当然，到时阵这集出来，应该是迄集已经嘛出来。伫讲即个台湾唯一一个叫做克里奥语，当然我甲号名做方言语啦，就是伊兰克里奥语是台语加即个日语两个夹做伙。那伊甲无共款的其他明明是共一族的台语族群，伫讲话其实语言无通，但是我的母语就已经是即个语言啦。即个认同变甲足奇怪甲。足复杂的，这到底敢有算族语？内底若6成拢已经是日语的语言，但是你毋是真正会晓日语是已经变成一个新的自然语言，是我的母语，是我的族语的时阵，我到底是毋是抑个是台语族？尤其阮迄边迄个台语族主要是 Squeak， 就是华语叫做塞考利克族塞考利克即支就对啊。那伊的认同会变甲足复杂嘛，有真侪困难的所在，这甚至是一般台语的腔口袂拄着的问题。咱还佫会使讲，我就是讲鹿港腔，我就是讲宜兰腔，我讲什么腔，但是即个族群会变甲足奇怪所以无共款的语言拄着无共款的困境，但是共款的是讲，所有的本土语言拢有各自的困难。我讲这是咱伫面对这个问题时阵所拄着的啦所以像你你讲的嘛是共款，所以你都讲到认同，我讲这是真大的题目咱当然咱无讲甲较复杂，我讲认同甲语言之间的关系是真复杂啦所以但是开始讲真是有的人会因为即个语言，你当作即个所在，照你讲是讲即个话，但是你煞袂晓即个话时阵呢心肝内的即个冲击
因为对我来讲，我的经验较无共款是，我自细汉到大汉本地就一直拢有伫使用台语。那我的生活环境，我甚至我做事的一寡工课啊，一寡所在，人工课场顶悬嘛是拢会用着台语所以对我来讲，这是足事上的代志。我平常时段来讲，敢若差伫讲我腔口要下偌重敢若有即个差别。当然，因为现代即个优势腔甲电视啦、网络的通行，所以你的腔口一定要讲完全无参人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大部分人啦，腔口带较重，讲实在，尤其咱即个人来讲，已经是挑工要做，挑故意要做到好，都做甲讲，我就是要放甲遮重。无一般人，像比如讲，我家己嘛已经惯习讲语言，毋是语言啦。有当时我伫节目内底嘛有一寡事实，我必须爱甲家己讲，我要挑工，互大家理解有即款讲法即个讲法毋是讲毋对，遮挑工摕出来用，无一定我伫甲别人讲的时候，无一定安尼用所以这是我家己拄仔你伫讲认同即件代志时，是我的一个想法啦。你家己重新学会即个你的鹿港腔了后，你就会讲，你家己看待鹿港腔你看即个腔口到底是啥物件？我感觉，因为我学鹿港腔的方式较特殊，就是因为我本地就一定会晓讲台语，就是我着甲迄个原地的迄个腔口，我袂讲伊是普通腔，因为伊甲普通腔差伤足侪。所以我甲我原地的腔口甲鹿港腔当做是两种无同的语言。是，所以我讲鹿港腔的时阵，我会变甲较到位。毋过我看待鹿港腔即个物件，我感觉伊着袂输是咧交一个新的朋友。即个朋友可能我甲伊有小可亲戚关系，毋过就是完全毋捌见过面，我嘛毋免甲伊当做讲你就是我啥物亲戚啥物，就是我着毋免甲伊加熟，你讲者。我毋捌就是毋捌，所以我重新去学就好啊。那迄个相处的时间愈来愈长，当然我感情会愈来愈深嘛。像讲我最近有发生一件代志，互我感觉讲鹿港腔真正有开始咧变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讲起来有了啊悲伤，因为迄是阮一个算讲我一个查某囡仔伴因老母过身去，所以因母啊甲阮妈是算讲是同事，因拢是同一间国校的老师。所以阮两个家庭算讲关系嘛诚亲啦。所以我迄摆我有着甲阮爸去到因兜去拜访。我踏入去因的厝内时阵，因阿嬷就甲我讲，来入来坐。我听着伊个坐好，我等下一定爱讲鹿港腔。然后我就开始用鹿港腔甲因兜时大介绍讲，我是恁老妹妹因同学啊，阮自细汉就生做伙啊。我是读迄个倒一间学校，我即摆咧做啥物代志因听着我讲鹿港腔，因有叫我惊一跳。阿嬷，我想讲你是要来提亲啊？不，要来讲亲戚。我感觉就是因听着我会晓讲鹿港腔了，因的态度有啥无共款无？有，我感觉有啦，就是因袂输感觉因气氛有小啊变较无遐尼悲伤，因为因感觉讲袂输是有一个就是家己，咧甲家己人讲家己的话。因兜查某囝因兜迄个查某囝因嘛，后来嘛有甲我讲，伊听因阿嬷介绍听着有少年人会晓讲鹿港腔，足感动。心情较好啦。心情会较好啊，就是因着无。因甲我讲话时阵，干若就是无继续去，就是因咧关心的代志，就变做是我，就毋是因兜的丧事就是总算有机会讲会使甲少年一样的人，少年一辈的人，用家己的母语好好讲话啦。我感觉是这个感觉。但是若是以整体性来讲，咱定定讲腔口，台湾的即个台语内底，其实咱定定过去讲有奖有赚，不奖不赚，其实讲就是讲奖赚的参滥嘛。当然无共所在，无共的即个比例，像咱讲上极端就是宜兰腔甲鹿港腔嘛。但是整体来讲，咱以腔口即件代志来讲，你认为腔口到底是啥？我感觉腔口其实讲实在，逐个人拢有家己的腔口。所以我感觉腔口其实就是咧展现讲你对你的生活甲你个人的经验是对你的就是对台语即个语言内底就是呈现你的
即寡跩经验安尼。所以逐个人拢有家己的腔口，我感觉迄就袂输，逐个人咧都有家己的神奇宝贝，你敢知？嘿啊，就是而且伊甲你的腔口会倒迄个时间慢慢变化。像阮爸甲阮阿妈就是啊，阮阿妈一开始是北港腔，后来因为嫁互阮阿公，伊来到鹿港生活几啊10年了后，伊的腔口内底嘛开始出现甲伊等是香港腔，嘿，香港腔。阮爸佫较复杂，伊难着阮妈下港腔，阮阿妈北港腔，阮阿公佫有鹿港腔。最近因为伊甲台中人做生意，所以伊嘛有开始有台中腔。嘿啊。讲实在，腔口即个问题真复杂啦。我顺便嘛分享我家己的一寡想法。其实腔口像咱拄仔讲的，伊上大比例或者是影响上大，就全体整体范围来讲，确实伊就是中腔甲全腔比例的分配。当然，你若甲一寡所在，比如讲延前吼，可能掺染潮州腔啦，或者是其他所在掺染一寡福州腔啥，这是少部分。但整体来讲，伊大部分的比例确实是来自漳泉两款腔口无毋对。但是咱定伫讲腔口是毋是敢若漳甲泉这两个物件？我感觉就像你讲的，每一个所在若就个人的情形来讲是，我的腔口变化，就是我当使用腔口，可能甲我的生命的经历有关系。我过去住伫什么所在，迁徙到什么所在，或者是我的时代，因为时代可能是来自无共所在，所以伊的参染的方式无共款。这是就个人的即个赞处来讲。但是你若是讲以全台湾咱放大吼，即个规模甲放大来看，其实每一个县市甚至是每一个所在的腔口，除了咱顶讲的漳泉比例，表示着伊过去的即个人口的变化组成，啊，佮伊的迁徙以外，真济词其实嘛是无共款。像咱定记咧，比如讲香肠。那这个人阮讲烧钱，这都真侪所在无啥共款。阮是讲烟肠，鹿港人讲烟肠啊，东港咧。东港是烟钱。烟钱，烟钱就签拖足久的迄个意思。你东港人敢会定讲你足烟钱的，足够烟钱。无咧，你即款词嘛，汉你讲啊。府城咧。其实我嘛是讲烟钱，你是讲烟钱，所以你看。无共所在都有无共款讲法，咱当来在场这几个人内底都3款讲法啦吼，所以像这事啊，像咱定讲番茄嘛，番茄咧，柑仔豆，柑仔蜜，个咧，我嘛是柑仔蜜，柑仔蜜较济，中南部敢若柑仔蜜较济，臭起啊嘛有，古早宜兰嘛安尼讲，但是宜兰另外一款讲法，甲台北一寡所在嘛讲柑仔豆，或者佮结合做伙啊，无共事结合做，所以我认为这个物件嘛共款是腔口的一部分。用词像拄仔讲的即个漳泉比例，甚至其他所在腔口的参染佫有即个甚至有一寡物件是思维思考的方式。我认为这物件拢是腔口，所以腔口其实确实是会一直对着时间伫咧变化。那当然，伫咧变化过程当中，尤其你即个咱讲人的交通愈来愈方便，网络的即流通嘛愈来愈侪情形下，伊其实嘛会愈来愈咱讲弱化吼，就愈来愈参染其他无共款的腔口，所以伊嘛会变化。包含伫咧宜兰，你要听到足重的宜兰腔，讲实在，当嘛是真有岁人才有啊，甚至真有岁人嘛无一定有法度讲甲讲真点到真。用宜兰腔讲真重的即个宜兰腔其实是无定对所以即个物件是一直伫变化。那当即个字或者是即个发音，即个假字已经差不多无去啊。我举一个咧，有一个字叫做区域的区，区域的区其实那样是以老漳腔来讲啦，古早伊念做起是嘿，但是你。绝对袂，你就算是伫咧宜兰，你嘛袂听到有人讲中正起，你无人听有，你讲咱啥物物件徛起是毋是啊？徛无在，毋是因为即个发音的对应的关系有一件事实，咱知影伊过去可能安那念，但是无人安尼讲。那即个字，伊即个原则伫咧，但是即个字的即个音已经消失，但有诶都还佫留着。共款即个有诶发音甲伊诶对应，比如讲阮讲代诗、代书、合约诗，我是讲合约像这我节目内嘛定讲过合约诗，像这字还佫有留着，有诶字共款是即个发音诶规律，但是某几个字，因为一寡
生活的需要，或者是定定造成误会。比如讲，过去可能无理性理性即个词，但是对我来讲，理性我初听到其实是女性。因为我是男理的理，所以像即款的变化，造成讲我当若要对我讲理性的时阵，别人会毋知我伫讲打一个词，因为有新的词一直入来。即个时阵，原本的即个男理的理就只好退让出来，因为你为着要甲人沟通，要甲人讲话嘛，那变成讲你若伫宜兰嘛，定定听到咱讲女性。对，都有即个问题，这嘛袂使讲是问题，但是这是无法度的代志。所以腔口的复杂程度绝对毋是干那讲江转比例的差别，包含当地讲话的方式，包含即个咱思考的方式，其实拢是无啥共款的。当然，还有一寡特殊的词，这前一阵仔开始就一直受大家都毋知啥就爱讲即个词，这古句啦，我毋知大家知这物件。既然伫讲查甫囡仔的生理的时阵，生理知影啥物意思吼？我看有人较单纯点无意思，就是下肢和下体啊，查甫囡仔下体的时候，咱讲可能有真侪人讲鸟啊嘛台语来讲华语可能讲鸡鸡真侪人安尼讲，但是宜兰有一个真特殊的讲法就是咕咕。阮就一定会讲咕咕，伊迄音你袂使走去我感觉前两天才听到迄个歌词伊拄讲到有网友写配合伊嘛是甲讲即件代志啦就是咕咕甲讲到底爱怎读才袂读毋对，你袂使读成咕咕来做代志咕咕就是讲查甫囡仔，尤其是伫讲囡仔啦你裤拢无穿好你咕咕拢走出来对安尼讲，像这物件这毋是讲将转问题，这是在地伊自然因甲迄个环境互动，或者是因的即个当地，甚至有当时有一寡词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像网络嘛定定安尼嘛，有一个人无小心无说伊讲出一个词是讲毋对去，大家我足趣味足深刻，是毋大家拢对咧学，最后变成一个流行的用词一个事件的讲法，就像即款的情形嘛有可能所以变成讲每一个所在，即个物件拢会有各自的真趣味的所在，然后包含我想讲台南啦、屏东其实嘛拢共款，拢有真好耍的，所以我讲这才是腔口的复杂。所以咱定定讲腔口，但是无希望大家只是以比例来去算讲什么腔还是单纯的咱定定讲我讲腔我转腔嘛，无毋对，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这毋是腔口的完全的面貌我感觉这是大家必须要去了解的代志。好，咱先到这歇困一下来啉点水一下，咱来面再继续。我是乐丁七鸟的创办人史培德。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我嘛是阳明交通大学语言同行团队的成员。阮的团队会用母语来传统科学知识，还有在地文化。咱斗阵来听故事，讲台语，省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甲听落去。好，安尼咧，咱就继续转来。拄则咱一直咧讨论腔口吼，比如讲鹿港腔，或者是讲腔口的意义是啥物？安尼，比如讲以咱大家上无熟的吼，以大部分人学台语的人上无熟的鹿港腔来讲啦吼，即个或者是你家己学即个鹿港腔学较淡吼，你认为讲你学到的即个鹿港腔伊的特色，甲其他的即个咱讲优势腔还是一般的普通腔的台语，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嘛吼。即个无共款的所在，会使互咱大家知影讲要安怎去分辨无？即个到底是啥物所在，甲人无共款？其实可能先讲伊为虾米会无送啊？因为鹿港其实甲鹿港的历史有诚大的关系，因为鹿港算讲伊移民了200年以来，伊所有的毋管是文化信仰还是腔口，伊拢无啥物改变。
其他其实就全世界荷兰人诶有大诶所在来讲，鹿港乡毋是算足特殊，毋过对台湾来讲，鹿港乡足特殊，就是因为伊完全无，毋是完全无啥物改变。其实鹿港乡有分老牌甲新牌，因为老牌就是80号以上，新牌就是即马大多数阁有全乡诶鹿港人，因就是讲新牌。我有时会尽量讲老牌，毋过我即马讲出来大部分拢是新牌鹿港乡啦。新牌甲老牌的差别是啥？老牌有8声调，有8声调，8声调，新牌无，新牌就是阮新牌的第6调甲第7调变做上些声调。其实若是讲用迄个台文界上爱用迄种声调的迄个典型声调，迄个半水金，半水金来讲，就是阮鹿港乡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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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毋知大家听有无？我念一个普隆乡来讲，普隆乡敢若7个声调，我拄则有念8个声调。普隆乡是咚咚咚咚咚咚。当然第8条无送所在无送。是。我拄则讲的是教育部标准的迄种。是。过来就是声调，其实鹿港乡就算讲是新牌，伊差不多用应该是超过一半的特色拢甲，毋管是本调是变调，拢甲普隆乡无啥送。上迄个明显的就是第二调，第二调的本调，阮是袂落落去的。譬如讲鹿港迄个港迄字，一般普通是讲鹿港嘛，毋过阮就是停咧即个上悬迄个所在，鹿港。若变调，我就用鹿港人即3字来举例好啊。鹿港人迄个港，迄毋是第5调，是第9调，平第5调更较悬。所以你要讲鹿港人，第2字迄个港比平第3字迄个人更较悬一寡。若迄种其他就是有个人会讲鹿港人讲话有一种的迄种无音对无？是。迄其实是泉州，应该是老泉乡，所有老泉乡拢有的一个特色，就是用原音的韵母。鹿港有保存落来有甲即4种，我家己知影有即4种。你会使举一个无？就是咱以即个。比如讲，你记一个字，那我用我的腔口来念，阁有普通腔就请即个伟汉来导念，过来你甲用你的腔念，安尼大家可能会较清楚。看要讲一个什么字无？台语的语，台语。我先用我咱都是这2字好啦，用这2字。那在我这边来读都是台语。我这边来读嘛是台语。是。过来就是火车，火车。我想讲你会先用华语读一下。我想你会晓看后壁。我先用我就毋知点样的。华语的火车，好，安尼我先火车，我先读啦，你最后好无？那我讲火车，我嘛是火车。人生就是韩国总数。你火车，你先用你的腔读一遍。火车，车，对1调变成阮的第7调的感觉。因为阮的第1调就是毋管变调还是本调，拢是车。讲腔的第7调。即个音管嘛，就是等于讲阮的第7调的音管。袂使变调，所以我始终我即马有当时就是舞毋调去。就是讲比如讲鸡肉好啦，咱讲鸡肉。鸡肉，有诶，其实老派是鸡肉，也较迄个第4调较悬，会较清楚一寡。但以鸡即个字来讲，阮讲鸡嘛，当然你若是台北诶腔口，或是讲鸡，但是若是鹿港腔，就是较鸡，你是第7调嘛。鸡，本调都已经读过啊，对无？本调也是鸡，我知影，所以就是有像即款。你连本调嘛无共款变调佫无一定会变，所以讲伊即个复杂程度，啥啦？大家讲虽然讲大家知影一寡大方向的变化，但是讲实在真正要理解是要学，其实无遐简单嘛。当然有讲到即个阳元音，中央的央，元都是
这元要哪讲？单元的元，单元的元吼，无毋对哦，阳元音这是全腔的特色啦吼。但是因为目前大概保留的所在，台湾几个所在有保留，就是鹿港啊，还有台西是毋是还有？台西无，台西是伊的台西较奇怪，台西有八声调，毋过伊的八声调甲鹿港八声调无相。伊个无共款，而且因佫有另外一个变调系统叫做水晶变调，迄个我袂晓。我敢若听着就是因若第七调甲第六两个第七调的字，若小拄着因的第七调变调会变甲佫较无相。我伊是主本第七调无变调。第七调有，因的应该讲是我想起来，因第七调若准两个第七调字。就是三拄着，譬如讲土豆，土豆，恁碰个土豆，伫鹿港乡来讲，应该是土豆，因为豆是第七字。毋过若准讲伊头一字诶，迄个变调听起来甲第七调相同，伫大西乡内底会变做土豆，伊诶变调会小可改，规则会小可改变。那你读起来土豆这个土豆，等下土豆迄个土应该本调是第五调呢？对，我拄仔有毋对，我是讲，嘿，我迄对，咱今日甲鹿港腔腐乱去啊！不，伊迄水晶变调是，我会记你是变调的声音，若听起来甲对七调声送音就会变啦，我会记是安尼啦，嘿，所以。甚至讲鹿港甲台西阁有无共款的变调的方式，当一般对我，比如讲我若去像这么向来提起着鹿港腔，我用应该讲提起着全腔，其实咱因为你无法度去像对咱安尼去解说较长，所以一般阮简单讲你若是伫咧第二调，可能就变成听起来较像第五调，简单讲是安尼啦，因为。当然实际上爱搁解说甲足清楚包含到第九调，但是问题你要讲到第九调，你要搁解说什么做第九调，所以一般阮袂安尼讲，我就讲这是大开啊，就是第二调就变成我第五调简单讲就是讲甲咱一般优势腔就讲较我强腔的声音听起来无啥共款，只是互大家理解者。但是你若真正要解说讲鹿港腔的即个包含声调的变化，包含即个阳元音。咱等下讲较长，我相信讲咱的即个听友大部分应该拢毋知咱伫讲啥，因为这都真正是较专业的部分，或者是讲你若真正有心想要学另外一款腔口，或者是比如讲咱今日住伫中华我鹿港所在的朋友，可能你是外地刷过迄边，你介迄个环境，或者是你想要住伫遐，咱定定想讲入乡随俗嘛，一乡一俗，入乡随俗，我想要。这个所在声调是，你拄开始一定是沙无掌，你知道吗？因为你毋知伊的规律、伊的变化，你真歹去抓迄个规则。但是，比如讲像你拄讲，伊是第一伫咧变调的差别，第二是阳元音的差别。那要学上无，你就开始有一个方向，会使去找。那当然，真正要学好，可能嘛是爱找专业的一寡先生来教啦。但是上无你会使知影讲一款的方式。当然，除了找先生来教了，就是看一个鹿鼎七招的考察。其实我即摆嘛当咧学，因为其实除了我拄则讲着迄2点以外，佫有3，我家己整理出来有5点。你分享看卖好无？好。第3点就是用词甲中国泉州有诚侪所在是相同的。譬如主要是想讲，大家应该拢知影鹿港的家道叫做家链。佫有无大家拢知影。好啊，毋是大家拢啊，对大家较有研究。咱现场调查一个现场加我总共5个人嘛，大家知影即个，你佫讲一解？家道叫做家链。家链现场知影家链的人举手好无？我无应该。除了伊本我应该我团队是要讲，所以要好好宣传提供，像我拄仔私底下伫甲恁讲的有当时就是安尼，腔口是包含用词嘛，无共款。即个物件除了腔口除了即个譬如变调啦、发音以外，这嘛是最重要，希望互大家会使理解，等大家佫学着一个啊。我佫有诚侪，我遮佫有写譬如落地啊，鹿港是讲通柜啊。通柜啊，因为阮伫迄个头前迄字的变调的迄种规则，甲其他所在无相。你的时间变调嘛无共款。因为是像恁宜兰应该嘛是头前的变调会无啥，甲一般的变调无啥相啊。是不是？就是迄种你袂像一般的迄种伫词内底的变调，伊可能拢是对一声甲对七声是。我还可以比对看卖才知影。因为公关是无一定去注意到这个物件。至少迄个教育部腔是安尼啊，毋过鹿港无分，鹿港就是一般安怎变调，正就安怎变调。
了解。所以可能像就是去我若甲8个城乡6个我只有举一款例，譬如讲鸡啊、鸟啊、兔啊、鸭啊、鹅啊、菜市啊、切咖米、切咖米，对，这做阿种的变调拢较无啥送。嘿，啊，还有就是用词呐，用词有一个足奇怪，就是囡仔，鹿港较老一文的人会讲干呐。嘿，这是阮阿姑甲我讲的，因为即摆嘛无啥人会。伊若字来讲，敢有无共款？我记是无，应该是三送，应该我会记共款的字只是发音无共。嘿，我后来我有去查资料，听讲菲律宾遐个河洛人嘛是安尼讲。菲律宾应该是讲咱人话。嘿，咱人话，因的组织甲鹿港，因的组织甲鹿港乡是三送，就是。泉州晋江迄边的，阮鹿港嘛有诚侪人嘛是泉州晋江人。叫神秘 Q 嘛，啊，还有迄个蝉，华语的蝉，恁安怎讲？蝉是啥？大些就是迄个叽叽叫的蝉。蝉是吧？蝉神啊，鹿港是叫青鸡啊，青鸡啊。后面嘛无共款。啊，个汉字安怎写？青之仔。汉字就是青就是迄个，伊在讲乌青的青啊。阮讲青嘛。还有鸡就鸡叫鸡。伊咁青色诶？我毋知因到底阮祖先到底是看到倒一种神。无你较偏见嘛？无你较偏见嘛？原说因遐看到是，原说因看到是种山顶台湾早产迄种气象迄种。青鸡啊！那阮咧听我就讲，爱讲青鸡啊，青鸡啊啦。拢无共款，还有迄个梅啊，就是迄种足酸迄种梅啊。鹿港我后来去，就是有一工，就是阮阿姑伊有叫酒嘛，伊家叫黄麻酒。伊就讲，阮兜黄麻酒啉要啉啊。我后来才知影讲，迄个黄其实就是梅。我嘛是安尼讲啊。黄麻酒哦，对是哦，梅子嘛。系啊，比如讲有一款就是花叫做话梅，是毋是？就是你若要啉秘鲁啥有诶，会甲迄话梅迄入去内底，我嘛是叫啊。是哦。我迄只甲伊诶迄个字又过来读法，第一是嘛哈，过来就是梅，个梅，个梅。比如记一个，我有一个亲戚吼，一个姨妈，叫做素梅。它就是伊就是伊是用梅花的梅就是素梅，我就是读做梅，所以伊有过来读包含文读啦、白读啦，还有一个字有过来读法，嘛是阮定定伫讲。我除了知以外，还有就是外来句，就是鹿港的外来句发音的无啥送。例如譬如讲迄种，恁讲里亚卡嘛？里亚卡对。鹿港是讲里亚卡，里亚卡。那迄个红萝卜，恁是安怎讲？阮讲红人字，你可能袂使用伊人讲。台南的，红菜头。恁敢有听过人参？对啊，迄就是日记来的。鹿港乡因为有一寡像有一寡泉州乡的字，就长三过台湾进前就已经无去，变做落，所以阮是读人参。所以恁的字的音是甲高雄共款较瓦落的音，高雄、台南拢较瓦落的音。还有迄个收音机是恁是安怎讲？辣椒收音机，可能要用倒一个？辣椒嘛是，可能用啥？是字吗？是干皮字？阮的字的音嘛佫足重的。阮是辣椒哦，因为这字的音无去。对，那鱿鱼咧？溜河。流河应该是流河。咱的正版的台语，安怎讲？我拢讲流鱼。那我一定是讲鱿鱼。迄个字的音就足重。所以我来讲腔口就是这差别啦。你为人的腔口讲了济了，你一定知影讲，伊大概是什么所在的人，就是安尼啦。因为用字讲法甚至是用词拢无共款。就是还有什么较特殊的无？个有即个可能我拄则无讲到对八条到底是加倒一条啦。我会当用迄个恁宜兰毋是有迄个有人要讲宜兰腔，毋是就会讲迄个食饭配卤卵食饭配卤卵。若用鹿港腔来读，就是变做食饭配卤卵，配卤卵，迄个卵甲
软甲饭迄两字的声调，你敢有听出来无啥？你搁读一解。食饭，破罗软，因为软是对6调，饭是对7调。嘿，所以其实鹿港腔是安怎老牌加会变做对8个声调，是因为阮的对6调就是普通腔的对7调，就是迄个软迄个声调。毋过伫普通腔互规做对7调的拽字内底有一寡字是伫鹿港腔内底是对7调的，对7调的，若是讲对7调就会变做是饭，伊会变得较夹。我听起来是较我第3调。嘿，对哦，伊的本调听起来是第3调。嘿，伊其实甲第3调听起来，你若是放个最后一字是听起来是3送，你要用变调才分会出来讲，原来伊是无送的调。嘿，因为真侪人定定讲，咱讲7声8调，讲鹿港腔有8个声调，但是到底这8个声调甲目前一般腔的即个7个声调，因为咱讲有一条无去嘛吼，到底是迄个音管伫搭，或者是变化伫搭，大家其实掠无，包含讲你要伫网络顶管吹，其实你嘛真歹吹着，我嘛捌吹过，我发讲其实真歹吹着，讲即个差别迄个调，大家会想讲这就是加一个音管的变化，但我听起来有当时敢若无讲只是一个音管的变化尔。就包含讲，咱伫讲的调，伫你内底分配嘛无共款，并袂像你讲凡说标注第7调，但是有的字伫咧鹿港腔内底，伊毋是读做第7调的调。所以真歹去解说讲，在我来讲啦，尤其对一个讲腔较重的人来讲，阮其实真歹去解说讲，到底即个鹿港腔内底迄个无去的，阮无去的迄条，到底是伫叨位唱去叨位唱？因为伊毋是单纯讲某一个字，你甲飘一个第6调，是飘一个啥物件，伊就做有8个声调啊，其实毋是安尼。伊有了想就是另外一套系统。对，应该是安尼讲。无伫较比如讲，若伊讲起来讲，还是加一个半音啦，是啥但是伊对伊嘛拢无共款，所以你无法度只是讲我都加一个音，差半音还是差安那都解决啦，毋是安尼。这正讲是讲你真正要想要好好了解鹿港腔，想要学鹿港腔的人，真正爱去专工去学啦，爱开真侪心力去学，才有法度真正甲学起来。伊复杂度其实是比一般腔，甚至是比漳腔的即个台语更较复杂。所以趣味，但是我讲上无啦，你若无伫学即个腔口，就是讲我只是想要学台语，我无需要讲复杂的腔口，较复杂就是一般腔啦、有些腔嘛拢可以来讲。上无咱爱开始有法度理解。有无共款的腔口的变化是安尼，有即个台湾虽然无大，但是每一个所在的腔口的特色其实拢无共款。那你若听久，其实会使愈听愈有法度理解无共腔口的变化甲斗野人，可能讲是安尼吼。所以这是互我感所有听友会使去想看觅啦吼，对，去了解这无共腔口，毋是要学这个腔口是。你愈知影有愈侪腔口，其实我感觉你对台语的迄个包容性，或者是你看这物件的眼界会搁较宽，知影讲原来腔口的变化是无共所在，共款你讲咱讲台语即个语言，原来有遮侪就甲人共款啦，各种各样拢有啦。我感觉毋若台语啊，其实对无同语言或者无同国家、无同文化来讲，腔口真正会互你。较有心理准备讲，你去认捌一个你完全无熟悉的物件，可能会出现一寡就是你无法度理解的代志。是。其当因为毕竟台语是对大多数台湾人来讲是较就是生活当中较会接触到的物较有机会。你拄仔就讲到，既然讲到无共国家的语言，咱来讲一个即个鹿港腔。最近我想毋知是毋是算讲是即个阿凯也带起来，我无问过即个代志啦吼。但是确实最近较常听到即个物件，就是讲鹿港腔是台语界的英国腔即个代志。那你家己有啥物款想法？既然讲啥物款啥物？其实我熟悉迄个提出即个讲法人，伊就是我拄则讲到迄大溪人。因为其实伊毋是大溪人，伊是学着伊的母语大溪腔，无带大溪。那你家己的想法是啥？我想讲就是因为英国腔即个物件，伊到底伊身躯顶的
标签是标签是安尼讲。看你要安怎讲啦，拢可以。嘿，伊迄英国腔，伊诶应该讲伊诶刻板印象啊，有咧惊讲伊诶鹿港腔诶甲英国腔共款，有变做去互人打一个票仔讲，你就是敢若会晓讲，你迄就是甲古早代有关系诶语言。因为其实对欧美因若想要标。就是有伫我中世纪诶一寡剧内底，因怀国王，啊，因拢是用英国腔啊。我是有了惊讲鹿港腔嘛会变做安尼诶，因为若阵讲鹿港腔要继续活落去，一定爱倒时代继续进步。所以我是希望讲，若鹿港腔摕来讲古早代当然真好，因为鹿港就是一个足古早诶。物件足侪所在嘛，毋过我是感觉讲，若未来像阮社群若要就是要介绍一寡科学知识，我嘛会用鹿港，尽量加用鹿港腔来讲。就算讲可能有人会听无，或者是伊迄种团诶效果无遐尔好，我可能就是上无就是录两个版本嘛，一个普通腔，一个鹿港腔，安尼至少。会当互鹿港腔伊未来诶发展诶可能性佫较侪。我讲你这想法真趣味吼，就是比如讲咱常讲到英国腔吼，大家嘛真爱模仿迄个英国腔诶英语，尤其你看一寡古装西方古装诶即戏剧时，确实会有即个感觉吼，包含Harry Potter， 敢若嘛是有即个情形吼。那我是无想到讲有即件代志，讲较古早诶物件结合做伙诶即个连结诶即个想法，因为我拄开始看到即个，毋管你讲即个自我诶即个宣传诶方式吼，有当时确实有一寡事互咱较紧产生一寡印象啊，产生一寡连结是较方便咱对即个物件有一寡熟悉吼，所以拄开始我看到即个讲法时，我会较认为讲是希望互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个真有传统，或者是真古典、真典雅、真优雅的一个腔口一个语言，都开始会安尼想。毋过，确实你的即个讲法，想我讲嘛真有道理，就是你若一直咧想，伊真古典，想到尾仔就变真古早。因为这个其实是鹿港人，所有鹿港人集体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阮。袂当干那一直活着过去，因为鹿港人其实讲实在，阮母也是高雄人，伊嫁来鹿港，伊伫遮生活20冬了，几十冬了，伊感觉鹿港人足保守的，鹿港人较袂去改变伊家己生活的方式，所以就会变做讲倒袂着时代，毋对倒袂着时代，毋是鹿港人的干那鹿港人的问题，当然大环境嘛是有伊的因素啦。毋过我感觉，毋管安怎，鹿港人，甚至鹿港腔，要是爱有一寡进化迄种过程，未来才有可能生存落去。其实即个想法放大到当下台语拄着问题嘛是共款嘛，咱定讲台语过去定拄开始吼，可能拢是用伫一寡咱认为讲较无水准啊啥吼，或者是较古早有岁人伫使用嘛。那当然后来愈来愈侪人开始使用咱伫推广讲。台语其实就是一个语言，就是一个伊会使诚死行，会使诚现代的语言的即款讲法。那到近期当然大家拢知影了，包含真侪作品拢是足现代的作品了。开始个另外一款讲法，就是我个人真无介意，就是讲即个台语是一个会使诚好表达情绪的方式，表达感情的方式吼。但是对我来讲，我听起来足奇怪。语言就是语言嘛，你袂讲英语敢若适合表达感情，适合表达你的情绪。我讲这足奇怪，啥袂使讲一寡诚理性的代志，或者是诚现代、诚专业领域的代志，袂使讲医疗，袂使讲天文，袂使讲地理，袂使讲数学，是毋是？这个讲法，我在我听来一直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嘛一直伫推销这个代志，比如讲，前阵仔有甲镜新闻合作，阮就是伫做这个物件，就希望讲，互你理解语言就是语言，伊本地就会使讲所有的代志，
伊若伫什么所在有欠缺，迄毋是语言本身欠缺，所有的语言拢会拄着共款的问题。这新的物件引进，就是你爱接用，你拄着，你撞着这个问题，这个属新的外口的观念入来啊，我要安怎用我家己自本的语言来甲重新号名？这个名号了好歹，或者是有适合无？我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上无大家爱拄着这个情形，爱知影讲这个物件，这个新的物件需要有人甲号名。用你的语言去甲号名，这是重点。所以这其实甲你当伫讲鹿港腔你会烦恼讲伊变成大家认为讲这就是古早的较古早，或者是较保守的语言。我感觉是共款意思。甲台语伫面对目前台湾可能华语优势的即个环境来讲，嘛是有共款的情形。我这真趣味的一个对应啦。当然，因为目前台湾伫推动即个本土语言教学嘛，伫有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了后，都有即个一直伫推动本土语言。那这当然都会经出一个语言叫做优势腔嘛。当然，优势腔当然是后来讲法啦。一般都是简单讲，咱一般通行，大家较惯习的台语啦，各种参南的台语安尼。那你认为讲目前台语的即款教育的方式，我毋知你有看过无？但是无咱知影讲。一定就是你爱学拼音的方式，你爱学即汉字台罗毋是对嘛，算台罗，然后汉字甲罗马字的写法，然后伊会甲你讲即个字伊的发音是啥。就算讲你伫咧教育部的书典内底，凡是会标注讲某几个字伊的各地腔口，咱加减会去做一寡即个参考。但是学校伫教的时阵，无可能安尼甲你教。加即个先生可能。即个台语先生伫个台顶讲咱遮台南拄好，我会晓一寡台南腔这几个字伫阮遮是安尼讲，加就是安尼尔。但是咱都嘛讲腔口是一个足复杂的物件，绝对毋是讲我敢教你几个字，你就知影即个腔口是安怎读啊。所以目前台语的教育方式对腔口的即款遵守，尤其是相对较弱势的鹿港腔来讲，你感觉这目前的即个教育方式好歹，或者是会拄着什么问题无？我感觉就是有标准这件代志是一定爱啊，但不过因为我家己有咧推测讲，可能应该爱考虑其他腔口来，就是来做教材啊。不过因为我慢慢有了解，有了解鹿港腔伊整体就情形了，就发现讲伊是鹿港腔伊，你要真正创一个标准出来，迄真正是无可能，因为就是歌啊。你到底是对，到底要用八声调系统来教，7声调系统来教是足难叫，因为八声调系统，即马鹿港会晓讲，可能敢若剩5%以下，以下鹿港人才会讲。毋过你若教对7调，请教者5%的鹿港人大概是偌济人？应该就是80%以上的人，但是毋是嘛毋是对80%岁以上的人，毋过嘛毋是所有80岁以上的人拢会晓，因为你爱看伊的组织，还有组织到伊住伫倒一个角头。鹿港当目前有偌济人口，你敢知？8万啊，5%是我家己感觉啦。你大概也了解感觉，因为毋过就是因为真正拢无人做即款研究，所以我嘛无确定。是5%是我家己感觉我感觉会。我家己想出来，目前想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安尼，就是可能要是逐间学校要是要有一个标准的腔口，毋过可能就是伊应该是讲因在囡仔因咧选讲要上倒一种台语课的时阵，应该要有足侪选项，毋过在选项可能就是你讲选台语了，还佫讲你要用倒一个腔哦。我感觉可能。若准讲会使应该安尼，因为讲实在就是同一个教室内底讲足侪腔，到底是要安怎教？嘿啊，毋过你嘛会拄着一个问题，就像原住民恁可能就在山顶上课。嘿，我是感觉讲即种分科，因为分在腔口的分类，我感觉会当安尼分啊，就是可能大县市因家己负责，要安怎分。可能因为真正有一寡台语界一寡先辈，譬如洪伟林老师，有做即个台湾方言地图。我感觉会当根据在语言学研究来去，甲内底阮这县市内底到底有倒一种腔口，甲伊讲出来可能我感觉着看中
大概会当分做，可能全腔会当分动画、三音，啊，还有安徽迄种咯，嘿啊，然后过来就是看讲，恁这个管区内底有多种腔口，我就分配迄个腔口老师去教。我目前想出来的迄个 solution 是安尼。可能还佫加到1000亿。嘿，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爱，嘿啊，迄个歌迄个教材要安怎设计，嘛是一种最大的问题。毋过，开迄个爱开的钱是真侪无毋对，啊，毋过我感觉一定爱做这件代志，若无台湾腔口就敢若剩一种尔。嘿，若腔口敢若剩一种，我感觉台语就毋是原做台语。嘿。确实这是有当时我讲这是一个足为难的代志啦吼，就是你台语目前拄到这个情形吼，就已经有人讲是真危险吼，但是有的人是因为讲还佫可以啦，吼，边疆上无伊是所有本土语言内底人口佫较济一丝丝啦吼。毋管安怎讲，就是你希望伊继续传落，就是传承下去啦吼，白话音嘛，等我讲传落吼，你要希望伊继续传落时，就是即款的教育你必须爱透过教育啊，已经毋是咱讲伫厝诶学，甲爸母学都有法度解决的代志啊。吼，那当然伫咧教育的即个过程当中，无标准化是无可能的代志，你做袂到。毋过是毋是又搁爱翻头去行过去迄款华语教育的统一标准的方式来互大家学习？我感觉这是嘛，值得思考啦吼。咱既然打伫推广台语，希望讲甲过去诶语言无共款，希望语言有搁较侪包容性。那实比讲，这就是要哪解说？就是互所有腔口拢会使遵活落来，或者是互人注重、互人尊重是足重要诶代志。问题是即两件，在我看来，即两件代志本身其实是带有一寡冲突的。在我来看来是安尼，所以讲实在，我甲大嘛一直无一个定论，无一个结论。包含之前我伫访问来宾的时候，我嘛捌讨论过即个问题。我访问过即个台本所教授美清先生，我嘛甲伊讨论过即个问题。当然，伊的立场是认为讲，你爱先互伊活落来，台语本身就你要活袂落来讲，你就免讲什么腔口无腔口的问题啊。所以台语先活落来，大家翻头去找家己的腔口的时阵，你才有迄个机会。但相对，你若完全只注重，那在我来看，你若完全只注重互活落来，完全只注重标准化的教育，那腔口共款活袂落来。所以这中面啊准则吼，讲实在，我家己嘛无一个答案啦吼。所以，但咱看会着讲，会影响到你对腔口的注重这件代志的根本，其实是伫咧你的在地认同。当你开始认为讲，我是一个鹿港人，我哪会袂晓家己的即个鹿港的话，也是我是一个宜兰人，我的腔口，我讲的敢是宜兰腔，即个时阵反说咱会搁较回头，所以变成讲，反说即个腔口可能即个教育部法度为公部门或者是为即个政府机关为学校来教，我感觉有可能会是安尼，但是伊嘛有机会，若是伫咧台语有够侪人使用的情形下，反说无共所在的人会因为家己的在地认同，一直伫推测家己的腔口，或者是回头翻头去找我家己的母语的腔口是什么物件吼。我讲这是另外一款可能，当然这是较乐观的想法啦。当然毋知我无结论，但是我讲这是我想法。我是感觉即个问题若要解决着，我感觉有一个想法必须要改变，就是咱一般拢会感觉讲推煞母语，就是政府一定要负责宣布的代志。毋过我感觉毋是安尼，敢若高考政府是完全无可能甲台语甚至是任何一个语言纠正来，因为我感觉到最后要是爱为诶，就是人讲从下而上啊，外语都讲从下而上，咱以前拢是感觉母语是从上而下，你都推上。毋过我感觉从下而上，敢若是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嘿，就是你拄仔讲着用在地认同来教，可能大家在地社群可能拢爱开始去意识着讲，阮遮的母语应该特别该保存落来。所以我感觉可能，我感觉腔口即个物件会当变做是，社区社区营造成社区营造，社区营造社区营造一部分。嘿，像鹿港即马
上主流的社群用做的团体是鹿港囡仔，啊，毋过鹿港囡仔我感觉因对腔口的意识可能爱佫加强一些，嘿嘿，嘿啊，毋过即马已经有一寡，因有一寡活动已经台文字，因内底台文字已经是用全球去标，譬如讲我顶摆有看到，因有一个文宣，因有一个迄个海报是写啥物讲。参与做伙说鹿港诶啥物，就是因内底已经有出现迄个字，因特别去强调讲鹿港腔是安尼。伊诶罗马字开始伫标注即个属于恁家己发音诶方式。嘿嘿，我感觉即个未来应该是乐观，至少拿以鹿港来讲，应该是乐观。其他所在我感觉大家爱继续同齐来拍拼。拍拼。嘿，这真正爱靠家己拍拼，若无政府绝对无可能甲伊救起来，因为。伊爱顾，因为政府爱顾诶物件实在伤多去啊。是，无毋对哦。那像秀杰，咱当时底嘛伫讲，你诶腔口内底其实因对你讲诶话较无遐济嘛吼。即个你诶腔口本身嘛带较晏潮州腔吼，就是漳腔带潮州腔，阮家己判断是安尼啦。吼，所以你家己反正就是共款，比如讲，咱若伫讲话诶时阵，逐个会使开始去，尤其你若伫用台语，就是伫甲台语诶社群啊，台语诶团体，还是讲台语诶台语人伫讲话时阵，你开始就会说，你倒位人？哦，恁奈无迄个腔，开始共陷害吼，说迄个认同开始，你就会翻头去找讲，我是即个所在人，我谁若无腔，敢若怪怪，反正大家都有即个机会。当然有诶物件是有意识去做，才做会到啦。像咱拄仔讲，像个伫讲，大家伫听你讲台语时阵，定定感觉讲，听会出你是屏东人，但是佫讲袂出是啥物原因。反正日后你就会开始翻头去找讲，哦。即个所在诶历史发展是安那，我诶台语分明奇怪，我著讲起来，敢若就是我漳腔，安尼大家著是听得出无共款。即个物件著变讲，你著会使翻头去找你家己在地历史、在地认同，咱即个变化著无，我讲著无共款啦。对腔口只是讲，因为宜兰腔甲鹿港腔本身迄个特色伤强烈啦，伤明显啦，所以阮两边诶一定会是上清楚即件代志讲真正敢若无啥共款那像我甲伊讲宜兰腔，虽然讲大部分因为漳腔普通腔较我漳腔啦所以大家较听有阮伫讲啥，较袂讲产生伤大诶误会。毋过大家嘛有嘛真正我当时嘛会听着人讲，听起来已经规分数拢安尼，我分数阮讲规分数安尼水水软软已经敢若足无力迄个感觉因为阮诶腔都是有即个特色所以这是真好耍诶所在啦，有感觉那剩诶时间咱留互恁来宣传一下好无？今日上尾回来负责宣传。秀个先啊，你先。我安怎宣传嘿，大概会使先斟酌听，我当下讲漳腔带潮州腔是啥物感觉？伤简单，伤紧张，煞毋知要安怎讲诶咯。我用安尼，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即个有理同营啦团队咱是利用即个数位媒体啦，甲即个在地行动来传承咱诶本土语言，甲即个在地文化几项遮其实阮今年其实算足特别，除了是头仔伫咱头前讲着讲，因为拄仔缘分就是加入即个有理同行以外，其实阮伫今年，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即马头仔有伫即个内容内底讲着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通过了，大家拢知影讲2月21是咱台湾世界母语节，所以我就是甲即个团队做伙讨论。其实阮伫今年嘛有做出即个世界母语节，就是邀请大家用家己诶母语诶。像头仔今仔日有讲着讲，其实诚侪腔口其实无共所在诶腔口无共，所以其实即个影片内底互大家知影讲，其实每一个人对台语诶要讲出来迄种感觉，互人听起来迄种腔口，其实你听起来感觉讲诚趣味安尼。更加其实，阮今年嘛是做特别，除了头仔讲着讲即个数位媒体，佮有即个在地行动。今年做即个在地行动，是因为我是拄仔是府城诶少年人嘛，所以其实我着邀请就是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就是听众朋友听过咱即个艺人是，其实伊嘛是童星，就是王佑谦。就是大家拢叫伊大头安尼阮着找伊讲，因为其实伊嘛是，互我伫电视顶其实看着讲遮尔细汉诶囡仔，其实大家拢即马知影讲，咱台湾一直咧推甩，就是讲即个语言一直要，就是讲叫大家讲做伙来讲母语安尼。但是
真正足少遮细汉的囡仔有法度伫即个电视顶讲母语讲啊遮尔标准，所以我就找伊讲，咱做伙做即个在地行动，然后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其实咱会使用母语来讲文化呢。嘿，袂着。佮有就是阮即个社群上大的特色，就是讲阮像我甲秀杰拢是理工专业背景的，所以阮就是会用母语来介绍一寡即马上前上新的科技，佮有一寡医学的知识，像迄个秀杰伊有捌做过迄个普拿疼。我就是迄阵啊，就是爱煮第三支啊，煮第三支可能就出是大人，就是感觉讲我敢若有破病，我才会爱需要去煮，爱注意风险。就是讲可能是大人感觉讲我有破病，我才会需要食药啊啦，可能就注意风险，安尼发烧毋免食药啊，我就无想要互厝内底人就安尼。伊讲面拢凹肚肚啊，佫无想要食迄普拿疼安尼啦，所以我就用一个较贴切的一个语言，本土语言来甲教讲，食这啥物时阵来食上合适安尼啦。佮有就是前摆那个阮嘛有甲迄个清代的人本计算实验室对无？迄嘛是伫迄个今年即个世界无去即个时阵，我来科学普及咱即个人工智慧，啥物？人工智慧啦，佮有就是八个，就是我拄则讲着八个对应该出一篇，出一期就是咧介绍量子计算佮量子电脑的大个影片。毋过为着要做支影片，我为迄个热头做到担我袂做了，我真正就用大个来讲量子力学足困难。恁讲较长拢无讲到一个重点，是大家要去倒找恁啦。对啊，大家你讲啊落长啊，毋知大家要去倒看恁，但是要看恁的物件要去倒看。我再补充一个，就是你会使，就是只要听众朋友有兴趣，会使伫即个网络顶悬，就是你会当找即个。倒位啊，网络 IG、Facebook 还是 YouTube 还是啥？阮有家己的网站，就是五里同行啊。所以你会使伫 Google 敲找即个五里同行。对啊 ，IG 就是 Instagram，还有即个 FB、Facebook， 还有即个 YouTube， 拢是只要查即个五里同行，其实拢会当看着讲，阮一只宣传的遮影片，还是讲活动安尼。恁有做一个网站，所以所有的毋管是看的、听的物件，全部拢伫顶悬。对。啊，佮一寡恁的计划成果，啊，佮希望互大家看到的物件。对。啊。那咱今日都要到这结束咯，开讲一句，人这个较歹处理，我后壁毋知要哪整。好，安尼咱今日都到这来结束，毋知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一集的内容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什么款的指教佮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 Box 嘛，希望你收到互5粒星，或是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找也推聊天，你嘛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那咱今日就到这为止咯，甲大家拜拜，再会，再见。感谢以下参加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敏凤、瑞奇，甲所有为节目赞助甜苗香教父精工菜的听友。